伫迄台大中文毕业的高材生，可是，在出版界以外，他还有发现了另外一个斜杠人生是做植物的导览等等的哈。大家本地期待 Sergey 让他自己介绍，你们就知道他的后来的经历也是非常精彩。我们来分享给素材。好，那就是今天的课程，不管是早上前面2小时舞步的课程，或是后2小时宋大佬的课程，你都可以写在这里啊。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写在这边。那就是下课的时候呢，就是拿来我拍个照啊，那你就可以带回去，不用撕下来没关系。然后那到时候拍完照之后呢，就可以来领一个植物的小奖品带回去啊。然后那这个是第一个要说明的事情。然后再来呢，小奖品其实不止这一种哈，这个东西叫做水黄皮。水黄皮啊，其实是公园很常见的植物哦。对，它是一个荚果。那荚果看起来就这样，到底有什么用呢？在我们做这个自然推广的时候啊，常常会去捡那种掉在地上的果荚，干嘛？最简单的就是上面用边沿笔写上你们的名字，就是一个很棒的名片。那这种木质化荚果呢，有点尴尬哈，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地上还掉了很多，这个礼拜差不多过季了哈。不过不用担心，到11月之前它还会再开一次花，会再结果，到处都会掉哈。戏子这边也有很多，最后我会介绍说哪里有。我是请那个崇德国小老师特别去帮我拍了，在这个火车站附近哪里有这个水黄皮的荚果。好，可以去收集的。收集来之后要干嘛呢？除了做名片之外，好，看到没有？好多，好，可以做成吊饰、钥匙圈，这个是比较像名片。当然，如果说彩绘功夫不错的话，你可以画成你看这个是翠鸟、麻雀还有这个是伯劳鸟各式各样的鸟类很多人就很喜欢拿水黄皮来画成鸟类的样子那这个呢，就是当然你要先有素材，你的素材呢就是靠你今天回答问题，答对了之后可以来换奖品，就可以拿到这个东西好，再来是自我介绍。刚刚吴老师说的呢，其实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舞步的主业是编辑。那编辑呢，我主要是做童书跟旅行业方面的，所以我自己的作品有这2本，就是去纽西兰出了2本书。另外呢，这个就跳过去。另外，当然大部分都是童话书这些儿童书里面，有些是电子书，有些是纸本书。新北图书馆有，可以去找来看一看。电子书的方面呢，你要进到电子资源，就是你进到新北图书馆的网页里面，然后就找电子资源，里面有很多的儿童书，不一定是舞步做的，有很多很多的儿童书都是有声的，很值得大家去借阅来看。你只要有借书证的话，在家里也可以借阅。待会呢，我会邀请各位呢来回答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很简单的问题，第一个奖品是什么呢？就是叫做台湾客家田野史诗画的电子书。你看，只有封面而已。封面它的小小的秘诀在哪里？在这一页只有这一页容易掉嘛这整个你就会知道。这里面就藏有一个电子书的序号，里面有4线腔的讲每一课的课文，然后也有海陆腔的讲每一课的课文，然后还有英文的翻译这本书呢，在很多地方都有，连全世界有13个国立图书馆，13个国家都有这个书珍藏那今天大家就可以等同比拟国际级的图书馆的藏书，拿回去之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一本，限量3本。哎呀，待会问问题，他们每个人都要答，就被你们拿走了，对不对？可以分享给很多的朋友，推广客家话。这个作者在后面，宋系福、宋大佬，他的作品。
刚刚说了，很简单的问题，答出来你就可以拿到了。现场只有3位同学，哎呀，能够放弃吗？当然不要放弃。什么呢？来，问题来了，自我介绍，你要说3句。第一句叫做，你一定要说大家好啊，自我介绍要先说大家好，对不对？哦，然后才说俺嘿。哦，我先示范一下，大家好，俺嘿五姑。当然你待会不能说五姑啊，对不对？你要说客家话，可是有一点难，别担心，你先把你的名字用国语讲一遍，后面有2位厉害的老师可以告诉你你的客家话的名字要怎么念。好，答对了之后。讲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拿到小礼物。第3个，我来自哪里？哦，那我自己呢？哦，俺嘿荒野特工坊。哎呦，好难讲哦，讲不出来，没关系，你用国语讲也行哈。反正我们后面有厉害的老师可以帮你翻译，翻译完照着他的讲一遍就好了，多好啊！这题目好简单哦，对不对？来，现在大家有没有朋友要先讲一下呢？可以先来，我们3个人先一起讲一遍。大家好，大家好，或者你要讲海陆腔，大家好，大家好。好，现在你要选一个，你要讲4线还是讲海陆？来，谁先举手？我们一句一句来，对不对？大家好。好，你要讲大家好，来，起来，站起来讲。好，先来说，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淑慧。淑慧，来，老师。淑慧，大家好，我是淑慧，淑慧，我是施子玲，好，施子玲，施子玲。哦，好棒！来，大家来鼓励一下，来。好，谢谢。谢谢。哈，安子生。安子生。好，来，大家好，来Yuki，来施子玲。来施子玲，施子玲，好，来鼓励，好，谢谢。我们今天的课程喽，好鼻师，我们一开始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好鼻师吧？就是嗅觉很灵敏的那种人。今天呢，刚好我有1、2、3种罐子，这3个罐子里面装的是不同的植物，但是呢，它都是有一种气味比较浓的。来，请大家闻一闻，猜猜看，你拿到的罐子是什么植物？9层塔。哦，9层塔。薄荷。不是，再猜。这个呢，这一罐比较困难一点。长的这一罐可以拿一点起来搓一搓，试试看。哦，左手香，答对了。好，这个呢不是家里调味料的菜哦，它是一种植物，要搓一搓。你搓一搓的话，味道会比较浓。最近呢，它正在开花，已经在掉果子了。哦，它是一种以前台湾的经济作物，非常的重要的经济作物。但是呢，你们可能不太会把它拿起来闻闻看它的味道。可是呢，有人拿来做成精油。哦，樟树吗？答对了，太厉害了！可能平常不会注意到，可是呢，如果说你仔细去闻，你现在有了一个概念之后，你下次你就闻得到了。再来呢，9层塔，其实9层塔大家就比较知道了嘛。反正吃饭吃菜爆香一定会用到的调味料。那左手香呢？左手香也是近几年很常被使用到的一种植物啊。左手香。其实它原来的名字是倒手香，为什么是左手拿了就香，右手就不香吗？我用右手拿，难道它就没有香味？一样有香味嘛，对不对？怎么会左手就香，右手不香呢？其实它原来是倒手香，但是呢，我们讲台语讲什么？倒秋哈，然后就觉得倒秋就是左手香，反而知道左手香的人比倒手香的人知道更多。
左手香有什么用途呢？很多说消炎啊，我个人使用就是可能加一点醋，加点盐巴，把它捣碎，喉咙很痛的时候拿来含一含，就会觉得好多了。可是有些人会过敏哦，你到底适合不适合呢？我也不知道你适不适合。那有些比较安全的说法是说把它煮过了，煮过了就一定没问题啊。这是一个民间疗法，有些人适合，有些人不适合，就很难说咯。最大就这么一小片，但是有足够的阳光、空气、水的时候，它可以长得比手掌还大，每一片差别很大。它没有阳光的时候，它会拼命的长高，一直长高，一直长高，然后就叶子都小的，但是有足够的阳光的时候，它就会长得很大片的叶子。接下来，刚刚你有闻过一种味道，九层塔的味道，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九层塔这个名字，闽南话念什么？高赞塔。客家话念什么？念七眼塔或是七层塔，是吗？好，为什么闽南人念就有9层？同样一种植物，到客家就变成7层了？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教育部的网站里面有讲一个，他说什么？我去拜访耆老，他们说。因为闽南人住的土地比较富饶，他们种出来的9层塔会长9层的叶子叠上来。客家人住的地方比较靠山区，比较贫瘠一点，所以呢就只能长7层。所以呢，这是9层塔跟7层塔的由来，你们信不信？信。告诉你们，耆老说。其实我是在开玩笑的啦，你就信了为什么说开玩笑？因为9层塔其实它从4层到21层都会长，并没有跟你那个土地什么贫瘠有没有关系。你在哪比较高的地方或者比较矮的地方，它有些地方就是只长4层，有的地方长到21层。9呢，我们都知道，9就是多的意思。7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 7层塔这个由来有一个说法是说7层塔，它指的是7级浮屠。浮屠是什么？浮屠就是塔的意思。9层塔有很丰富的维生素，然后嘞，各种你们的讲义上面应该有没有的话，网络上也查得到，还是看你们要写下来都行。这个东西呢，它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等等。其实你如果当成配料什么的话，你可以吃到一些健康所以说它也是一种药用的植物。所以呢，说7层塔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那是不是就是这样命名是这样由来呢？不知道是不是，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就跟耆老说的那个。也是一种说法，是一样的那你要信哪一种，你要说哪一种，那说是你的自由啦。我不觉得用这样的说法还蛮有趣的，就跟大家分享。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是7层塔这个名称的由来。那再来呢，外国人叫它什么？罗勒。但是呢，9层塔只是罗勒中的一种品种。罗勒有20几个品种我们在吃的那个青酱罗勒那些，跟这个9层塔又是不一样的品种。那影片的部分，如果最后有机会，我再给你们看，因为今天的时间有比较紧缩一点。那我最后会在我的部落格上面把影片都PO上去。9层塔常常见的有紫花的跟白花的2种，红骨的9层塔跟青骨的9层塔，2种9层塔的用处配料有一点不太相同。那大家自己在买菜的时候可以问一下说，今天这个9层塔适合用在什么地方或者我今天什么东西要放9层塔，问问看老板说这个拿来做适不适合，它有一点点些微的差异。樟树开的小白花，就种一点而已刚刚那个罐子里面有一些种子，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种子也是小小颗，像一个小球一样，很可爱。最近正在掉种子。如果说有经过樟树的话，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脚边，看看能不能找到樟树。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的樟树？因为在早期日治时代在台湾种很多的樟树，要提炼什么？提炼樟脑。提炼樟脑不是只有做樟脑丸这些东西其实它有其他的用途。
它的用途，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好了。有一个很短的1分钟的影片给大家看一下。你知道什么是樟脑吗？樟脑又有什么用途呢？1楼常设展为我们诉说台湾樟脑产业的点点滴滴。走近感受这个樟木堆叠而成的墙面，有没有闻到香香的味道呢？樟木是生产天然樟脑的主要来源，提炼出来的成分常见有固体的脑沙及液体的脑油，而我们印象中的樟脑丸其实是类似麦丸或水晶丸。樟脑在早期主要作为医药使用。19世纪后期，成为非常重要的化工原料，像赛璐珞与无烟火药都必须用樟脑制成。赛璐珞是人类发明的第1种合成塑料，被广泛运用在制造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如项链、梳子、玩具玩偶，甚至是拍照用的底片。一直到2次大战后，石化工业越来越发达，各种塑胶产品的发明取代了赛璐珞，天然樟脑才逐渐丧失它的重要性。樟脑用途很多，所以它会成为在日治时代台湾最重要的经济树种。所以即使不是在山林里面，我们在家里附近，公园啊，都很容易看到樟树的踪迹。好啦，再来介绍第2个，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在那个图书馆里面招生的课程里面讲到说，哪些是带来祝福与许愿的一些植物好像跟它的命名有一点关系我今天大概会讲这些，然后其中有一种呢，会有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叫做锡叶藤。我所知道是大安森林公园有一条廊道，专门在种那个锡叶藤。为什么会叫锡叶藤呢？我现在发2片叶子进去，给大家摸摸看，锡叶藤的叶子摸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摸摸看有没有很粗糙呢？不是普通的粗糙，对不对？锡叶藤的叶子，其实即使是花，它的花萼也有一点点粗糙的感觉，很坚硬。它的花在哪里？在这里，紫色才是它的花。那这个大大的是什么东西呢？这是它的花萼。花萼的部分后面连着的，当然就是它的种子喽。它的子房这样慢慢的它会长出一个小小的种子来。深紫色的是花，浅紫色的是花萼。摸摸看可以，轻轻的摸我要让你们做什么事情呢？你那个旋转的好漂亮它呢，这是一种会随风。为什么你的那个这么成功，我的不成功？没关系，拿小一点的。它像直升机一样一直飘往下转。你的也成功了随风转，它是一种风梅花，它会一直转动，然后飘到别的地方落地，再继续长。当然大部分现在公园在用的是扦插的方式不见得要靠这样子的方式去繁殖，但是它的本能是这样子，它会一直旋转。我们知道有很多有长翅膀的种子都会这样，像那个枫叶，对不对？枫树的那个种子也是会后面会长一个小翅膀，还有的是会飘，有的是会转，都是类似的原理来，我要再问各位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你觉得洗叶藤摸起来像什么东西？沙子。好，像沙子。好，你已经拿到了这个。来，有什么感觉？摸起来粗粗的，你觉得像什么？还有别的答案吗？有像那个洗那个厕所的那个。哦，像洗厕所的那个刷，那个钢刷有没有？哈，对不对？菜瓜布。菜瓜布，好啦，你们都可以拿到洗叶藤的花萼了哈，摸起来有点粗粗的，对不对？好，洗叶藤的花萼摸起来也是有一点点粗粗的，那当然叶子是更粗一点哈。它有什么用途？来，为什么它会叫做洗叶藤？来，洗叶藤这个花来自马来西亚，来自墨西哥这一带哈。后来进到马来西亚之后，马来西亚拿这个叶子干嘛？拿来打磨习器啊。马来西亚的习很有名嘛，对不对？它的习器习的酒壶啊，很高档，对不对？这是一个细沙子哦，他们不用买砂纸来磨，直接拿洗叶藤的叶子来打磨他们的习器，所以它有洗叶藤这个名字。但是其实它原来叫做什么？沙子叶藤兰花藤，哈，多好听的名字啊！可是洗叶藤大家都会记得哦，也有人叫它许愿藤，是因为洗叶藤跟许愿藤念起来有一点点像。洗叶藤的花已经变成绿色的了。哦，花不是先变绿再变红吗？不是哦，这个洗叶藤的花一开就是紫色的，当它水分减少的时候，它慢慢变绿，变绿之后，最后就变成像各位手上看到的枯黄的颜色。哦，这是洗叶藤，即使它变绿了也很漂亮，对不对？好，这时候花都已经掉了，就剩下花萼和种子还在。我们现在如果看到洗叶藤的话，很多是这个样子的，那也是有紫色的。如果它维持的还不错，就是园丁很重视的话，就长得就还不错。姑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还曾经在客家主题公园哦，在台北市滨州路那边，它有种洗叶藤，开得还不错哦。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观赏一下。好，再来第二种，这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景观植物，叫做浮木。浮木它的名字一听就很有福气，对不对？然后在为很多大的庭院哈，还有很多地方会用到浮木当成它的校园屏障的树木、围墙哈，很漂亮。然后它的那个叶片呢，就像两片翅膀这样对生，好，新的时候都很漂亮。唯一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开花的时候呢，有一个瓦斯味，哈，也有小朋友会说有个屁味，这个味道不太好闻。它结的果子呢，有点像橘子，小小的哈，然后也有一点屁味，啊。那除此之外，真的浮木是一种很漂亮的厚的叶，多肉也比较偏多肉的这种的叶子哈，还蛮漂亮的，它带来的福气。第三种呢，铜钱草，在水边也很常会看到。铜钱草也有些人会种哦，它是一个庭院植物，也还蛮常见的，而且很会生。铜钱草因为钱嘛，对不对？钱当然也是大家喜欢的，比较有喜气的一个植物哈。再来长寿花，长寿花很常见哈。长寿花因为每年10月到隔年4月都在开花，花谢又在花开，花开花谢，一直巡回不断，几乎整年都有花。我们最近会看到有2种，这是台湾比较常见的福寿花哦，长寿花。然后最近也常常会看到重瓣的，不要怀疑，它也是长寿花。是它是另外一个品种的哈，从国外进口进来的新品种，这2种都是蛮常见的景观植物。再来白子莲，白子莲有印象吗？白子莲我们也还蛮常看到的，它的种子好大一颗哈，好大一球。姑姑每次想着说有没有掉在地上的，通常都还没有看到，就已经不见了，就已经被别人采走了这样。然后白子莲也是一个寓意很好的一种植物哈，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爱情花，因为白子莲的
它的属名就是爱跟花的结合，哦，所以它也叫爱情花。再来，圣诞红大家都知道嘛，哈，圣诞红呢，圣诞红有祝福的意思啊，平安，祈求幸运、清纯的花语，哦，很浪漫哦。现在圣诞红品种也很多，除了红的圣诞、粉红的、粉红白边的、白的圣诞、黄的圣诞红，好多好多的品种哦。最后一种马拉巴栗哦，这种人家搬家的时候最喜欢送的叫发财树，因为发财树呢，它小小的，它现在有一种做法，台湾独创的，就是它小的时候把它编成打结，好像麻花辫这样子哦，送出来哦，大受欢迎哈，到国外也很受欢迎哈。五姑自己试过，把它编起来没多久就枯死了。哦，因为其实并不是这么容易培养的，你要注意到说，因为还有很多培养的时候是技巧我们不知道，你自己去编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就没有了。马拉巴栗呢，你在家里种可能只有矮矮的一棵，可是呢，它有足够的阳光、空气、水和足够的土壤的话，它可以长成2-3公尺这么高的大树哦。大家看这上面，这是马拉巴栗的花。哦，它很少开花。它很少开花，看到几乎都没有。对，几乎都没有，对不对？好，可能要看运气哈。我是看过几次啊，并不是每一棵都会开，尤其是家里那种小的是不会开的，那样很高的都已经是很高大的树木了，才比较有机会看到它的花。它有时候掉在地上，你也不见得会注意到说，哦，这是马拉巴栗的花。如果你有机会在外面公园或是校园看到这样的花掉在地上的时候，你抬头看，可能2-3公尺以上的高度，那就是马拉巴栗，它可以长到这么的大。哦，再来，自然物与生活的结合，我们后面会再带一个小小的活动。我今天预计我们的课程要到10点的时候结束，后面10点之后休息一下，然后10点10分左右到12点半，我们会继续后面宋先生的课程。好，所以我们这边后面会带一个小小的活动。我这边先讲一下，就是接下来我要讲一种自然物与生活的结合。哦，这边大家看到的有哪个是你们认识的？哦，无患子，还有莲藕。莲藕，有看到认识的吗？桂花。桂花不一定认识啊，这么小，对不对？哦，就我们娘家有啊，一排。好，无患子跟莲花是最容易问的。上个礼拜有人问我说，莲花跟荷花有什么不一样？哦，要跟各位大概讲一下，有人知道吗？好，请说。那个莲花的话，它的叶子是浮在水面上，然后荷花会在水面上，一个是会等于是莲花是贴着水面，然后荷花是会浮出水面。基本上没有错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有没有听过一首诗叫“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又有莲又有荷是怎么回事？它指的是同一种啊。其实莲花跟荷花是同一种花，但你说浮在水面上的那个叫做睡莲，它跟荷花是不一样的品种。睡莲它的叶子也在水面上。花也是浮在这个，但是它会凸起来一点哈。睡莲是这样子。他说那大王莲呢？大王莲到底是莲花还是荷花？大王莲还是荷花哈？可是它只能躺在水面上，因为它太大了，它浮不起来。你要说有什么一定的吗？生物没有一定哈，那只是大致上是这样子说。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无患子。来，无患子的客家话要怎么念？我放在这里的叫做毛落苏。毛落苏为什么要这样子念？我嘛唔知，也唔知为什么哈，它就叫这个名字毛落子无患子然后嘞，它这是一个植物界的超级万用网，这个影片一定要看，因为待会我要发下去的奖品，你们回去就可以 DIY 试试看了。好啦，来，无患子要做什么用呢？它是把皮剥开来之后呢，然后剥了一袋一小袋放在网袋里，搓可以搓出肥皂来哦。那它是天然无毒的
洗洁精。那如果说我捡到了，这都是我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每一天去捡的，这个是在台北的台湾大学的那个校园里面捡的，就有机会。那无患子刚刚说了哦，你可以搓出肥皂来，然后它的种子也不是没有用的哦，它可以做成那个装饰品哈。这是我们这叫我在荒野保护协会受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阶段哈，第一阶段初阶的就可以拿到1颗单颗的无患子，我们这叫荣誉链哈。不然就是你结训了可以拿到，那2颗就是双珠啊，如果拿到3颗，就是第3阶最高阶的训练就拿到3珠，这是我们的一个代表而已哈。蓝染，客家蓝染的植物就叫马兰，是很常见的一种山区的植物哦。我们看到的时候通常不太认识它的叶子。你看到花的时候，大概比较好认哦。很多地方都有三峡或者是美容啊，这些很多山区都有在种。那马兰的话呢，就是我们拿那个披布哈，叶子把它捶成一筒的话，就捶一点点就好了啦。然后拿那个布把它用橡皮筋绑一绑，然后去染，它最后就会变成各种不同的花色。蓝染呢，蓝染也有整件的蓝染衣。这个也是在客家主题公园里面提供的服装啊，证明姑姑也有穿过哈。它有一个专门的拍照的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说换上他们的蓝染的传统服饰，然后拍照。当然咯，蓝染现在可以做非常漂亮的衣服，走国际舞台秀都可以见到蓝染的踪影。也有做成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品啊，这是一个展览，蓝染的展览哈。好，再来下一种，这个叫做鱼针草。讲鱼针草，大家都比较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客家人讲艾草，挂草，歪草，艾草。然后艾草呢，就是客家艾草，但是呢，你讲挂草，如果是闽南人，他敢拿给你的是另外一种。长比较圆形的哈，不是这样有锯齿状的，它是光滑。我们这个是毛毛的。端午节的时候呢，以前我小时候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呢，每次端午节的时候，妈妈就会去买一把艾草来丢在浴缸里面给大家洗澡。挂草也有大概类似的功能，就是你去告别式的时候，就摘了几片挂草，叫你放在口袋里面带去哈，有可以驱邪的意思。那客家挂草呢，其实是鱼针草，就是客家的这个部分，也是有辟邪啊、护喜啊、药浴的用的草药。再来2种的区别，客家艾草跟闽南艾草，拢叫拢叫抹草，都叫做抹草的，但是呢，其实它们是不同品种的东西，一个是小槐花，一个是鱼针草。莲蓬。莲子，来，我们来看一下莲蓬跟莲子，我们交换哈。这是一边是还有籽在里面的莲蓬，剖了一半，这是只剩下莲蓬，莲子都被鸟吃光的。那个剩下的一半呢，是因为台风打掉了，原本是完整的，一半被五菇吃掉了，另外一半留着。来，现在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叫做自然创作物。先介绍一下，这一件也是一个自然创作物。这是我在荒野特工坊的制服，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呢？这是叶拓衣，我去捡来的草，上面涂亚克力颜料，记得是亚克力哦，不是水彩哦，不然一次就洗完就没有了。亚克力颜料粘好之后，拓印上去后面，叶拓衣做好之后晒干了，然后可以洗的没有问题。我这个已经穿了7、8年了就是工作的时候才有穿。今天是特殊状况，今天不是服勤，但是因为把它当成教材，就把它穿来了。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自然创作物，当然没有办法做叶拓衣，因为时间也不够但是呢，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创作物。
有没有看到？可是现在又改名了，叫做我忘记，应该是枫香啦，哈，枫香树，枫叶的枫，枫香树。这种拔毛，拔到贯通之后再去染色，就可以做成钥匙圈。那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来吴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来做一只猫头鹰，它比较大的属性，它叫做羊蹄甲。有没有看到？其实它的叶子跟羊的那个，它是两个指头哈，叫做羊蹄甲。但是羊蹄甲在台湾的呢是黄色的花，现在比较少见了。燕子金是外来种，就是它是一个观赏用的植物哈，现在大部分都种。粉红色这种就叫燕子金。你如果有机会看到这种叶子的时候，会发现到有一些是这种深的桃红色的，有一些是比较白的粉红色，还有一种高速公路上还可以看到是黄色的花。来撕开来之后，两边撕开，对称，然后底下这边要挖一个洞哈，往后折。嘴巴凸出来，哦，来头要多大？你也可以折比较下面。我这个呢是小头版的哈，大身体肥肥的猫头鹰。好，来我们画一个眼睛。好，我们的猫头鹰做好了。